先生小姐，很人好，请问图片乜干业务咧？我认头申请提职天本，请问贵上？我上总。钟先生很好，请坐。请问申请认土？我应聘农保的现有给付申请，爱付这天本和家保农体的提职天本。俩日量笔资料，迄套申请你家提摊的天本咧。迄人迄种你笔农业认体不参加农保。我因无去考天，请问敢要用两笔农空下申请？好，中介农申请，请问钟先生，迄个所有客人系无？我是所有客人无唔错。请提认住和身份证，我家资料电流入去，请等下。写字几台啊？满意啦！恭喜，按1张20克，农总40克，也系手机。罗拉，罗拉，请款项。